歡迎收睇醫療事邢健講。另外仲有長者醫療券計劃，長者醫療券係政府直接為長者提供醫療資助嘅計劃。符合資格嘅長者每年都可以獲得一筆費用，俾佢哋去合資格嘅私營基層醫療服務提供機構，用嚟支付相關健康服務嘅費用。醫療券除咗可以用嚟睇急症，仲可以用喺身體檢查同預防護理服務，可以幫你及早發現隱患。呢個獎賞計劃就係想鼓勵長者多啲使用特定嘅基層醫療服務，例如健康檢查或者高血壓、糖尿病等慢性病嘅定期跟進，有咩唔舒服都可以及早發現，減低日後患大病入院嘅風險。緊嘅醫療券累積金額係有上限，政府建議長者善用呢個資源，每年都應該用嚟進行相關嘅健康服務。點先可以申請醫療券資助呢？凡年滿65歲嘅香港居民，每年都可以獲得金額港幣2000元嘅醫療券。假若醫療券有用剩，可以保留同累積，累積上限係港幣8000元。要申請參加醫療券計劃，只要等你合乎資格之後，到任何接受醫療券作付款用途嘅機構使用服務，佢哋就可以幫你開通醫療券戶口，以及存入你當年獲得嘅醫療券。其後每年1月1日，政府就會自動將你新嘅醫療券金額存入醫療券戶口。